Save Lily 事件中，2個月大嘅男嬰 Danny 正係接受社會福利署照顧。佢星期日晚因為發燒，被緊急送去東區醫院。Danny 嘅父母曾先生同埋關小姐星期一凌晨趕到去醫院，朝早向記者交代最新情況。今朝佢大約7點幾8點鐘度咧，佢已經係37度，已經係無燒啦。即係話，自從我見到 Danny 仔，我俾翻人嗌佢，其實6個鐘頭佢已經係個燒係已經完全退晒咯。咁我亦都覺得好安心。但係其實佢仲有少少佢需要繼續觀察嘅。其實會唔會係一個考慮係可以加快速度，係可以翻嚟屋企等我哋唔單止餵人奶，係有父母嘅照顧呢？關小姐話 Danny 仍然有咳嗽、鼻塞等感冒症狀，但暫時唔需要接受手術或者係用藥，佢獲准留院陪伴。而較早之前，曾先生亦都話調查已經做咗2個幾星期，但當局仍然未採取措施促進家庭團聚。琴日我哋嚟咗探佢啦，咁其實咧佢一見到我哋咧就面露笑容噶啦，咁佢都係好想要人奶嘅。但係對於個小朋友嚟講咧，佢唔見咗家長一日，可能已經好驚㗎啦。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哋係要更加充分咁保障兒童權利咯，要考慮翻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兒童最佳權益，同埋考慮翻兒童公約第12條要尊重兒童嘅意見咯。曾先生同埋關小姐早前聲稱在家分娩誕下 Danny， 但未能夠證明血緣關係，而冇辦法申請出世紙。其後，警方同社署介入，送 Danny 去醫院檢查同埋安排照顧。最終 DNA 樣本比對證實，佢哋2個同 Danny 係有血緣關係。